这几天落雨，这几本国册本有淡薄仔湿湿。今仔日天气袂歹，阿鸟先生一透早就叫我把这几本国册本摕去拍拍咧。拍几天应该拢有好啊。我有来整理你的收起来。我哪会减一本？哎呀啦，若是阿鸟先生，我该互人骂啊啦！紧出去找一个。这本册敢是恁的？这是阮的啦，互你捡到哦，真是谢天谢地哦，好佳哉好佳哉。奇怪，我明明就拍好好，为何风飞去？小姐，你唔免客气啦，我是看到内底有写林心栋古册本，我看到林心栋的招牌，我想讲这册看起来足古的，应该真珍贵，我就顺手捡起来用恁。无唔对，这古册本是阮阿鸟先生的宝贝，好佳哉，互你捡到。来来来，入来坐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啦！我来去捧茶哈。这位先生啊，我看你这么少年，讲话拢无元气，迄目睭拢无神，你有病哦？你哪会知影我有病？拜托咧，阮阿鸟先生讲这看病人就爱望闻问切。我看你的面就断掉一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你的手伸出来，我甲你赞美一下。来来来，手伸出来，紧的啊！惨哦！你的马跳无停，若无食药会起神经，可怜你少年就得到这款绝情，就爱食药才有精神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来开几贴药互你食，就会好。安尼好。食药啊？我是要食什么药啊？你敢是阿鸟先生？我唔是阿鸟先生啦，也毋过我对阿鸟先生已經6、7年哦。你是唔通看鸟无点，我是看你老实故意，才会同情你。我头一摆开药你就试看卖嘛，好，拜托拜托。安尼敢好？哎呦，哪有啥物唔好啦？会用的啦，好，我来甲试看卖。看你这么虚弱，就爱补元气啊！大八丁哦，爱补大八丁，大八。阿东，阿鸟先生，你毋是在休困？大八丁，你叫伊食大八丁？对啊，阿鸟先生，你看迄位先生迄目睭拢无神，讲话敢若鸟，讲话安尼细细声。阿鸟先生，你毋是讲虚弱就爱补元气？虚弱爱补元气是无毋对，毋过我看这个人虚火攻心，你无先甲伊退火，你直接就甲伊补去，这叫做火上加火，叫做下茶天火道，会出人命，你知影无？这严重哦，有时虚弱就爱补。唉，你也未出师咧，你唔通乱来。你爱看人的状况。有啊，我有看状况，我看伊状况才安尼开。你各当边。我
我知影，是的。坐咧，你这位先生啊，你是叫做什么名？阿娘先生，我叫做钟庭啦。我看你的面色真歹看呢，你到底是倒位伫咧艰苦呢？阿娘先生，我是真正足艰苦。阮老爸咧破病，我无钱甲医，我足不好的，我压力阁足大，找无头路，我阁唔敢面对。我真想袂开，我是大学生呢，我是真足艰苦的，我的心就亲像要碎去啊共款啦。唔通艰苦吼！这个人生啊是无绝路的，只有家己爱想会通。这个天公一定会疼我们。天公疼公人，先生，拄则这本哦，就是互伊捡到的呢。哦。甘水参梨渡过冬，柳暗花明过千山。春夏秋冬有天定，15月圆照人间。我跟你讲，这故事跟你有关系哦。先生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去探听，无论要看啥物事件，透风落雨，忙着行哦。有人讲哦，做牵头啊，就爱咬讲话，若是冤家，要买田地。地主无爱卖，咱就爱用喙花，咱就甲讲，你这个田地若无卖互冤家伊，你就无水沟啊通过，这水路若无，就无法度种作。地主听了有道理，这田地就要互冤家伊，咱才叫冤家甲迄水沟啊牵到伊的田边。这中人哦，叫做牵沟啊，就安尼生。300个，我回来啊！300个，我回来啊！哎呦，翁个啊，你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300个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个吼就是老天英，天英啊，这个哦就是阮差伯啦，毋赶紧见礼啊！拜见叔庙。免礼，阁真有礼貌哦。哎呦，那伊目屎一直流，哎呦可怜呢。天英啊，来，你来遮坐吼，来遮坐。爸叔，甲你想一个最适合的头家。多谢爸叔。哈，300个，哈，还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
我漳州迄个人贩的朋友，伊讲陈元贵有要买使用，毋过毋是要买路财，是要买查某囝。哦，若要趁这个中人钱，这头壳就要顶重。我想讲，我来甲伊煽动，叫伊哦男扮女装，假做查某人。啥物啊？哦，无，阮翁某咧讲话啦，我咧代志，吼，你坐，吼，你坐。你较细声的啦，吼，甲伊带去互人贩，就袂有钱，趁这个中人钱哦，就稳当当。较细声的。哎，优秀哦！哎呦，安尼感通。哦，我看伊哦是一个老实人。元月若知无稳当，到时哦，你就好掠去做犯人啊！我你别！哦，你这个茶白啊，真正是拍切衰！你点甲我去边仔坐，即摆你还价啊，我还价啊！你啦！切！婷英啊，八姐甲你讲哦。八姐哦，迄个漳州人贩的朋友，伊讲哦，陈元贵有要买使用人，啊，毋过毋是要买路财，是要买查某囝。八姐哦，就想要甲你斗相共的，想讲叫你男扮女装。什么？你冷静，我袂讲了，你冷静吼。想讲哦，叫你男扮女装，假做查某人，要互陈府。你就有钱，你就会当解决你厝的困难。不可，不可，千万不可！报姐啊，爱我颠倒阴阳，是怎可以枉我轻托成现实，欺瞒早已逆伦理。当冲事发，就后悔迟。我是当的男子汉，望袂可教中状元。这是犯法做真重，却会误我一世人。婷英啊，我是好心，毋是逼你。想无办法，通解围，卡死你若无同意，走，你着赶紧来离开。八姐，请问，婷英啊，这漳州路途千里遮尔远，你是咧惊什么？漳州也无人捌你。哎呀，你何必着遐尼济苦哩？我真替两难啊！我是歹主意，若无答应，条比你马位。今日有天不由己，世事有天啊，谁在意？只要我保守秘密，就袂出代志，就会用个解决目前的险位。八姐，我愿顺你的意。啥？你真是要答应？我愿委
嫁做女人3年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哦，以恁老爸边钱就免惊无，啊，毋过这做查某人的行路，你着爱学，爱学互伊成，爱互人看无。300个，300个，你哦，这介意查某人会行路，啊若无，互人知影这面着乌。我甲你讲哦，天英这个囡仔哦，真感觉，你先介意这乌惊大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就还未讲了咧啦，你较等下啦。惊我着叫老天英，这行路你着爱学互伊成，啊若无这代志出破着照侥幸。你即马行路着爱学迄个查某型。喂，哎呦，啊，即马是你要教，还是我要教哈？你要教，教。天英啊，来。这行路吼，着爱较好看，这骹骨唔通野伤惯，啊，着较听嘴受人管，早暗面通水着爱芳。天英啊，来，啊，你着详细看，这倒骹先行，正骹才欢，啊，这骹芳哦，着爱验互伊活。哦，像查某安尼连花行，天英啊，啊来，换你吼，无咧看啊，我知，你继续吼。天英啊，你都详细看。啊，做干着爱目头巧，小姐起床网大掀开，爱挂咧网大高。面皮紧致，涂较紧扫，啊，小姐若是看卡扫，啊，茶金芳互小姐通润后，啊，小姐行前干对后，爱勤快，唔通四界走，定对咧小姐的尻川头啊，床头，伊看有啊。天英无奈，讲道声，这庙交代，我会听。报纸，唔知当时，才要带我去互人请。我是男人，就爱学女人行。天英啊，这重要的，搁再甲你烦。这代志哦，袂用想过马虎。这假做查某人是爱3年久，你爱会记哦。这放尿吼，就唔通用徛的，爱用苦。哎呀，好啦。多谢报纸，接了。你即摆处境，都亲像老天英。咱人啊，若遇到困难，咱就爱三思而行，爱会晓思维、思辨、思退。你看老天英，遇到困难，伊用伊的智慧来思辨，委屈求全，最后赢得金榜题名。人敬志不敬，你抽到这本是辛苦受甘。咱人啊，是争袂过天，也嘛算袂出名。甘水参泥渡过冬，柳暗花明过千山。你是孝子，孝子一定会感动天。不好会拖西莲，后娘生死，你哦着开药啊，互伊食。伊无钱，伊老爸后娘生死，你嘛好人做到底，买衣送衣，爸仔囝拢中意。好，爱徒学先生有爱心，
拢总以救人要紧。多谢安那先生，多谢安那先生。春中头分别，歹势啦！